后来乡亲啊，过完新年换落来，换来过元宵。虽然真侪县市拢来取消着灯花，但是小提灯拢做甲真水哦。高雄的小提灯牛伯伯是一款冲啊提嘛冲啊派的真有造型的小提灯。啊，那嘉义市是用滚蓝色的色水做出着可爱的小提灯。屏东县是用喜气的红色来配合着美丽花蕊。另外，这个台中市的是镇古水，啊，台湾灯花嘛推出着活力牛，拢成真侪人抢要爱。超级喜气的。囡仔的表演充满喜气，伊唱歌的是过年后囡仔拢真想要歌的歌点，结合切面的牛头，配合马卡龙配色，提升整体视镜度。这款叫做牛伯伯，因为真会使摕来拍。提灯以外，它还是一个包包。那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常常在使用的这种颈挂式的背包。变过来，还有一个孔，平常时会使挂伫厝内，特别就是可以使用手机的光来做挂灯。当你的灯没有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手机。因为疫情，高雄市政府发放的地点有分流，改做19开始，38区公所拢会使领。这个绝对是今年所有县市第1名的提灯，欢迎这个其他的县市来挑战。黄伟哲市长不知道有没有在看这个侯友宜市长不知道有没有看，要做提灯就要做第一。来看嘉义市今年所推出的牛凯自行弄做出来，整体配色嘛是粉色系，目睭真大蕊，牛片佫真古锥，好大人囡仔拢真喜意。啊，那屏东县推出的这款是维持红色喜气设计，用糖花概念，暗时会使看到一蕊一蕊的灯花。虽然今年伫疫情影响下，各地拢无通看灯花，不过当年大家拢烧钱卖歌灯，举伫手，同款有元宵的气氛。